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星期六舉行嘅杜荷斯特錦標賽馬日，我喺心水推介。咁當晚一共會轉播5場賽事啦，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8點15分。今集想集中講下啦 ，S 第4場嘅杜荷斯特錦標同埋 S 第5場啊，俄國皇儲讓賽，我喺心水推介啦。咁當晚繼續設有全球匯合彩池啦，包括獨贏、位置、連贏、位置 Q、二重彩、三紅彩同埋三寶，繼續為馬迷提供全球最龐大嘅彩池啦。好啦，先嚟第一匹 S2第4場嘅杜荷斯特錦標一級賽1400米2歲紅馬同埋雌馬跑嘅賽事，我最中意呢都係岳伯仁訓練嘅雪岳區啊！呢隻宏達企嘅兄弟馬呢，本身個身價都相當高啊，達到450萬港幣。而佢嘅演出咧都係相當稱職喎，跑4場攞到2冠2亞成績，暫時嘅代表作咧當然係6月份啦雅士谷賽期嘅高雲地利錦標啦，嗰場擺個中游位置，末段咧就彈得對手3個馬位贏馬，咁其後喺8月嘅鳳凰錦標退出咗啦，8月24號就復出喺場1級賽咧法國嘅莫尼大賽上陣，咁嗰場咧末段都有啲內閃情況啦。未能夠一氣呵成策騎之下咧，就輸咗俾隻水都艷日跑過第2名翻嚟。咁上一場咧就角逐1級賽啦，初次征程1400米跑場國家錦標，末段咧就同隻華麗樂章啊展開激鬥啊，最終叮當馬頭之下屈居亞軍。其實個演出咧都係相當唔錯啊，吸收咗一場1400米嘅經驗啦。今場再跑呢個路程，我覺得佢有機會咧可以贏到呢場1級賽嘅冠軍。再嚟就 S 第5場呢場俄國皇儲讓賽3600米賽事，咁當然啦就吸引咗好多嘅長途氣袋參戰噶。咁我最中意嗰隻東迷霧呢，有機會成為今場嘅黑馬角色。佢就本身跑開跳欄賽為主嘅，咁但係當中呢曾經喺好多場高水準嘅跳欄賽跑到個唔錯嘅成績啊。咁證明呢隻馬個演出都係相當唔錯啦。咁佢雖然11歲啊，但係只係跑30次嘅啫。當中跑過3場嘅平地賽啦，攞到1冠2亞成績。贏馬嗰場就係上一場啦，喺場3200米嘅平地賽咧就贏馬，證明呢隻馬跑平地賽一樣可以發揮到啊！今場孭個輕磅上陣呢，我覺得佢有成為今場嘅黑馬角色啊！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，記得留意翻我嘅留言板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